你有冇諗過每日瞓緊嘅枕頭被鋪，可能收埋成千上萬嘅蟎蟲？佢哋最中意食就係你嘅皮屑加油脂。當蟎蟲喺面上過度繁殖，就會引發皮膚炎症，好似紅腫、痕癢、丘疹膿疱，甚至令面部摸起上嚟好似沙子咁粗糙。不過當蟎蟲入侵你嘅面部，都會留低啲犯罪證據，就睇下你自己有冇中招，再俾小貼士你預防中招。特徵一：丘疹膿疱多數集中喺鼻翼、眉心、下巴，唔似青春痘，但係有黑頭、白頭。特徵二：脫屑加內油外乾，皮膚屏障受損，表面乾燥但係底層出油。特徵三：毛孔粗大，膚色暗沉，蟎蟲屍體糞便加排泄物堆積，導致黑頭粉刺、發炎面痘痘，特別喺 T 字位同面頰，影響膚色。特徵四：持續泛紅加血管擴張，尤其兩邊面頰成日同酒糟肌混淆。特徵五：毛囊有微小物阻塞，形成橙皮膚質。由生活習慣慢慢改善，每星期最少洗一次枕頭套、床單、被鋪。最好陽光暴曬或者高溫旱焗。唔好再俾蟎蟲喺你張床同埋塊面度開 party。懷疑中招可以尋求皮膚科醫生之外，留言蟎蟲，分享逐步清走蟎蟲技巧俾你。識得精準護膚，產品功效加倍㗎。